给你做的生日蛋糕，真好看。小凤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喜欢、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年都做给你。谢谢你，小凤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呀？我去看看啊。叶哥哥，佳妮，进来吧。小凤，佳妮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啊！哦，小凤姐姐好。你好，叶哥哥，你过来，你看我给你带了礼物呢。带的什么礼物啊？叶哥哥，每年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，今年我也不想错过。叶哥哥，你看我给你带的礼物。叶哥哥，快看啊！叶哥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照片。那时候我还是小不点呢，你总是拉着我的手，怕我跌倒。这里还有你没有穿裤子的照片呢。佳妮啊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叶哥哥，要不我陪你跟小凤姐姐喝一杯吧？我知道酒杯在哪儿，我去拿。佳妮，来，小凤姐姐，我敬你。喂，啊，来，佳妮。对，我是冯冯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小凤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李欢出车祸了，我去一趟医院。小凤，小凤，来，我陪你喝酒。干杯！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芳芳，我没事，没事，你伤哪儿了？只是腰部擦伤了。你开车一直都挺谨慎的，怎么会出意外呢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这么晚了跑这里来干嘛？鳄鱼一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我是千年僵尸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呸呸呸！不许乱说话。芳芳，每次我有难，你都第一时间赶到；每一次我出事，
都是你来帮我。你不是一直说你不爱我吗？你干嘛不承认？谁稀罕你啊？少自作多情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承认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贫嘴？哪儿疼啊？你让我看看。腰疼。骗我！肖兆业，肖兆业他们几个想来医院看你。别让他们来了，深更半夜的。再说了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李欢说他没事儿，你们放心吧，他明天就回去了。跟他们说把门锁好，看见陌生人不要让他们进来。记得把门锁好啊。还有，最近尽量不要出门。李欢让你们没事少出门。如果非要出门的话，让他们结伴而行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磨磨叨叨，磨磨叨叨的，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事。叶先生，蝎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李欢干的。什么？你和李欢交手了？是，李欢那家伙太厉害了，我都不是他对手。我不是让你跟踪和监视他吗？你出什么手啊？叶先生，你不用解释。这么做打草惊蛇，会引起李欢的警觉，那我们的计划还怎么进行啊？你气死我了你！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过呢，过去了也就算了。叶哥哥跟冯峰也不是第一天吵架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哎，佳妮，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孩，是叶妈妈不好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叶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都是我没用，我想尽了办法也没能让你如愿。前几天我还听冯峰说，叶家准备跟他去领结婚证呢。芳芳，你最近一定要小心，尽量不要晚上出门。没事儿的。不管任何人跟你搭讪，都不要理他们。你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一直婆婆妈妈的，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最近老做噩梦，而且眼皮还跳，心里特别不踏实。什么时候变这么迷信了？我是古人嘛。再说了，万事万物之间都有他们的关系，都有他们的联系的。芳芳，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。我知道了。芳芳，谢谢你。你这是干嘛？太不正常了！你不是脑子坏掉了吧？蠢女人，别人骂你，你才舒服是吧？这才是你嘛！行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对了，按时涂药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老大，你明明是玉玺受伤，为什么要骗冯小姐，说是车祸？鳄鱼，你不懂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
要不他会担心死的。是谁干的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用了一种喷雾剂喷在那个人头上，颜色是洗不掉的，你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。好，我派弟兄们去查，全城的每个角落，我都会搜个底儿朝天。不过查这件事情难度也挺大的。交给我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鳄鱼，现在的事态发展已经不受我们控制了，我们首先要找到刘子业他们的下落。怎么查？关键要保护好冯峰。老大，你为什么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冯小姐？绝对不能，我担心她的安危。还有，回去之后把专院的人全部辞掉，安置好他们。为什么？离婚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，就是一点擦伤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小峰，你一直在那儿照顾他吗？他出车祸，我去看他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是我过生日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再也不会跟那个李欢有任何瓜葛了。我跟他没瓜葛，只是朋友。男女之间根本就没有朋友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说你三更半夜跑出去照顾别的男人，算怎么回事儿？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好端端一个晚上，全被离婚给破坏了。好端端的一个晚上，不是被李欢给毁了，是被林佳妮。你明明答应我只有我们两个过生日，为什么林佳妮会来？还当着我的面一起回忆你们的童年往事，你把我放在哪儿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小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么会强词夺理。看来佳妮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一个真心对我的女人，绝对不会脚踏两条船。佳妮又是佳妮，你要是觉得她好，你去找她呀。来，李欢，对不起啊。永远不要跟我说这三个字。说对不起的，应该是我才对。上次你受伤，我没能及时赶回家里去，真的非常后悔。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我就是一点轻伤。再说了，万一你回来了，我一感动，非要嫁给你，可怎么办啊？那你就没机会跟芬妮在一起了。这就叫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我曾经错过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，从现在起，我不会再错过了，我一定会把你从叶家身边抢走。其实，叶家跟林佳妮可能只是朋友呢。他们在一起也就吃了几顿饭，你看现在，我不还请你喝酒了吗？
是不是？你不也没有对我有非分之想吗？你是谁朋友啊？你是不是哥们儿啊？你没看到他俩那样子？今天林佳妮送叶佳一条领带，明天叶佳再送林佳妮一条手链。哎呦，那个你来我往啊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你看我送过你东西吗？你说人家就吃那几次饭，你就气成这样。当年我有那么多的女人，我怎么就没见你生气呢？你有没有女人干我鸟事儿啊？哎，你以后说话呀，能不能高雅一点，不要带脏字儿，不要伤人。你跟叶佳在一起是不是也这样啊？难怪林佳妮撬你墙角了。乱说话你！我跟你说，我跟叶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从来都不这样，我都是很淑女、很淑女的。有多淑女啊？特别特别淑女。好啦，李欢，我要坚持不下去了，好辛苦啊，好难受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明明知道我是在利用你，你还对我那么好。你要是离开我，就没人对我好了。你说，我们俩都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痛苦难过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还好，我对你而言还有一点利用价值。我希望永远的被你利用下去。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对我好了。佳妮啊，你说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一哥哥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一哥哥，你看。我有一个朋友是李欢的粉丝，刚好在这家酒吧上班。他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李欢跟一个女的在一起。起初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真的是小峰姐姐。我要一直都要你珍惜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对我好，好不好？就算我不喜欢你，你也要对我好，一辈子不许反悔。拉钩。我朋友还说，他们经常来这儿喝酒。叶哥哥，叶哥哥，叶哥哥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好不好？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干嘛呀，佳？叶佳，
你饿死我了！你怎么变瘦了？喂，鳄鱼，我喝多了，快来接我一下。叶江。哎，我来。李花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哎，你说叶家是不是喜欢林佳妮啊？没有。那他喜欢林佳妮，我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对我好有什么用啊？你又不是叶家。你可是我下过聘的。又来了。一哥哥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我去给你泡杯茶。一哥哥，喝茶。一哥哥，其实我心里也真的很难过。小凤姐姐也真是，她是你的未婚妻，应该要天天在家里照顾你的呀，还跑去跟李欢喝酒。叶哥哥，你对小凤姐姐这么好，可是她呢？她这种行为根本配不上你。小凤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叶哥哥，我知道小凤姐姐在你心里面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小凤姐姐她呢？你在她心里面是最重要的吗？我在这里也住了几天了，我每次看到她和李欢在一起的样子，是女人都看得出来。只有面对自己最心爱的男人，才会有那样子的眼神跟笑容。佳妮，小凤和李欢，那都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怎么这么热呀？叶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佳妮，你别碰我。佳妮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休息了，你也赶快回去吧。叶哥哥，我扶你吧，小心点。小心点，叶哥哥。坐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小凤，小凤，你回来了。我去倒水。小凤，不要离开我。
会离开你啊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小凤，小凤，我爱你。我明天来请你喝。好啊，还叫上他。再见，拜拜，赵宇。拜拜。拜拜。何宇，从明天起，时刻保护冯冯的安全，寸步不离。放心吧，老大。什么时候买的粉色的鞋啊？去他大爷的！叶佳，冯冯，你醒了，你晕倒在街上，是不是叶家欺负你了？嗯。
哎，叶家，怎么了？我究竟是你儿子还是你仇人？叶哥哥，你还好意思叫我一声哥？亏着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做这样的事有想过小峰的感受吗？我哪一点比不上峰峰？他哪一点都比你好。佳妮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峰峰，吃一点吧。啊！嗨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病了？他是被人害的。谁害的？老子撕了他！是哪个混蛋王八蛋害你的？我绝不放过他！李欢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灭他九族！我要把他五马分尸！李欢，是不是你害我姐姐？给我住嘴！我能害你姐姐吗？她比我命还重要。你们留在这里好好照顾她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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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最近状态越来越差。最近总是有人跟踪我。
不好意思啊，他真的不在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。大叔，我知道峰峰一定在里面，求你了，我就跟他讲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就走了。拜托你让我跟他见一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叔，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。哎呀，拜托，不行，真是不行。你进去吗？老板，李欢，我知道峰峰在里面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。峰峰不想见你，他不想见我，但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我不想跟你发生争执，走。我不走。这里不是林家，也不是叶家，没有人会因为利益的事情而迁就你。我怎么了？我不是叶家，还好我不是叶家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走，走，关门。小凤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对我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峰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块地吗？我是想在这里建一个皇宫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，你是这里唯一的女主人。虽然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可是我并不快乐，因为没有你在我的身边。我特别害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感觉好孤独。好渴望你能够在我身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，只有你能够让我真正的感受到快乐，让我心里真正的踏实。
小峰，我是李欢。李欢。小峰的电话怎么在你那儿？他不想见你，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。李欢，你把小峰怎么了？他现在好得很，不关你的事。李欢，我告诉你，快点让小峰接电话，不然我真对你不客气。来呀，有种就过来，我正好想找你算账。峰峰，叶佳说他要过来，正好，我也跟他理论理论。林家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偏向我们跟别人合作了？妈，你看。嘿，我说这真奇怪了，我刚和他们签好意向协议，在这种时候出这种新闻，这不存心让我们叶家难堪吗？林家这变卦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跟火箭上天似的，这怎么合作呀？哼，昨天林佳妮没来，我就觉得这事儿奇怪了。叶家也不见个人影，会不会他们闹出什么毛病啊？没准儿。哎，本来都谈好了，叶家和林佳妮结婚，咱们叶林两家合作，怎么就那么不讲信用啊？哼，无所谓了，林家不跟我们合作也是他们的损失啊，对吧，妈？哎，阿姨啊，您这些日子不是老去林佳妮叶家那边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哪儿什么情况？够了！让开！让开！不能！林松，小峰，峰峰他怎么了？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了？小峰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请你听我解释。这里不欢迎你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肖兆业，带你姐姐回去休息。是。姐姐，我们进去。小峰，小峰，让我进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爱他吗？就把他爱成这样吗？老实说。你跟林佳妮是不是已经有染了？
那是我的私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李欢，就算我求你一次，让我进去吧。好啊，既然你还不死心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己进去跟他解释清楚。小风，小风。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，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，尽是狼狈，尽是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，让你太累。无端的去回忆，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你已经好久都没有回过家了，我特地叫厨房给你煲了养生汤，起来喝一点吧。我不想喝。